明學在音，其子和之，我有好着，吾予以磨之。黎世寬老師係香港已故國學大師陳湛全教授任重調嘅傳人。佢喺上世紀70年代開始跟隨陳教授收集國學。我當時咧就有一次機緣巧合機會咧，就去咗海書樓度聽老師講書。我一直喺海書樓度聽，但係咧到咁上下咧，老師就自己開咗個私人嘅班，咁就收咗幾十個學生。咁我亦都去咗佢嗰個班嗰度。佢自己個班咧就喺夜晚講嘅，因為佢日頭咧就喺啲大專嗰度講書嘅。因為牽涉到嘅科目咧範圍好廣啊，所以佢一個禮拜咧要講幾日先可以講到咁多個科目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生，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來萬物之情。當時講書咧，唔淨止係易經，講任何書咧，佢讀個原文嘅時候咧，都係用吟誦嘅方法嚟讀嘅。因為咧，佢嘅訓練咧都係嚟自好傳統嘅。初中佢冇讀嘅，佢由嗰個私塾嗰度咧，一入省城咧，就直接入去嗰啲現代嘅高中嗰度。佢跟詹康泰老師啊、陳景路老師嗰啲全部都係好以前好古代嗰啲老師嗰種教授方法。但係老師一樣最難得嘅就係佢雖然用嗰傳統嘅方法，但係如果傳統又真係好有學問嘅話咧，係唔會覺得悶喎上堂，即係唔使好似今日西方呢個教育咧係要互動嘅喎，佢唔使。到咗我教學咧已經有互動嘅成分啦，已經。我斷出嚟先，等我一陣啊。研究香港吟誦調嘅蕭振豪教授指出，吟誦係傳統文人雅士誦讀詩文嘅方式。早期嘅呢一啲嘅老先生咧，佢其實吟誦咧，好可能參考咗一啲嘅民間小調啦，一啲可能戲劇嘅音樂啦，又或者有一啲咧就直接嚟自佢嘅喺私塾裏邊讀書嘅時候老師嘅吟誦調啦。無論係乜嘢方言嘅吟誦咧，佢都有個基本原則嘅，就係平長則短。平聲咧比較長，側聲咧就相對比較短。咁啊，尤其是如果嗰個方言係有入聲的話咧，咁佢就更加強調嗰個入聲嘅短促嘅特性啦。邊啲位置長，邊啲位置短咧，其實都唔係話淨係按平仄嚟分嘅。例如話咧，喺五言詩裏邊咧，往往第二個字就一定會比較長。咁啊，第四個字咧就唔一定嘅，睇某一啲嘅吟誦家啦，可能有啲人就會拉長，有啲人就普通嘅長度。咁七言的話咧，往往第二個字同第四個字，如果都係平聲的話咧，咁就會再長一啲。簡單啲嚟講，就係話，逢係呢啲節奏點嘅位置咧，都往往會有一啲延長啦，又或者係稍為停頓。嗱，香港嘅粵語吟誦調咧，基本上係以南來文人為一個核心嘅，個隨機性好大嘅，睇個人係邊個，佢係邊度嘅人，佢學習嘅時候帶咗啲咩吟誦調過嚟，佢嘅母語未必一定係粵語嘅，但係總之佢喺香港佢就用粵語吟誦，咁所以其實係有糅合咗好多唔同嘅因素喺裏邊啊。例如話何淑慧老師，因為佢本人好中意聽粵劇嘅，咁所以咧往往咧會將粵劇或者南音嘅某一啲裝飾音啊，某一啲嘅風格帶咗入去。即使係同一個師承啊，咁可能佢除咗聽吟誦之外，佢仲聽其他音樂，就往往就可能會將自己嘅喜好帶咗入去啊。咁所以其實嗰個來源好廣泛嘅啊，例如話戲劇啦，例如話一啲嘅説書啊，或者甚至係叫賣啊，甚至係一啲宗教，例如話係道教佢去念祭文嘅嗰啲嘅旋律啦，其實往往都係互相相關嘅嚇。當然呢啲嘅所謂祭文嘅旋律，其實都嚟自當地民間嘅一啲嘅音樂。我哋呢一家嘅吟誦方法咧比較着數，即係比較優勝嘅，就因為咧佢唔會變得好犀利嘅，
吟起上嚟咧，仍然聽每一隻字，你都能夠聽得清清楚楚。有啲人咧用鄉下話嚟吟誦咧，你除非識佢鄉下話，如果唔係，你完全唔知佢吟咩。有啲咧都係用翻粵語吟，但係佢變得好犀利，變到咧有時你聽唔到嗰啲字嘅，唔能夠逐隻字到佢字聽清楚。我哋依家嘅優點咧就係逐隻字都聽得清楚，因為佢係文字學家嚟噶嘛。因此咧，佢嗰本説文解字咧，我諗佢滾瓜爛熟噶啦，已經讀説文唔係為咗讀説文嘅，係為咗讀古書嘅。如果你唔讀説文咧，你《詩經》有好多音你都唔識讀噶。呢個《易經》咧，亦都有好多音你讀錯嘅，有好多假借嘅字嘅。嗰啲假借嘅字咧，連佢本來面貌都變埋啦，用另外一個字去代表另外一個字。即係好似一個人咁樣，佢個面咧轉咗另外一個人嘅面，你唔認得佢。但係佢咧就係個意思解釋咧，就係嗰個字嘅解釋，就唔係你睇到嗰個字嘅解釋。所以《易經》裏邊咧，你聽我吟誦咧，你聽我有時去到某啲押韻嘅地方咧，就唔係廣東話，就係廣東話，但係唔係而家嘅白話嘅音，係古音嚟，保存咗。佢要保存古音，所以佢唔止讀《易經》係咁樣，所有詩詞歌賦都係要讀古音。粵語嘅吟誦咧，比起其他方言嘅吟誦咧，係非常非常之特殊嘅。由於粵語嗰個聲調比較多啦，咁所以同樣係仄聲咧，其實佢係有7個不同嘅調嘅，咁啊平聲有2個不同嘅調啦。咁所以同樣都係平平仄仄平咧，其實佢誦讀嘅時候嗰個變化已經好多噶啦。咁啊吟誦起上嚟咧就更加多。咁例如普通話嘅吟誦咧，佢往往咧，例如同樣係平平仄仄平咧，佢嘅嗰個旋律係幾乎係一致嘅。無論喺首詩嘅邊個位置平平仄仄平，旋律都係差不多。咁所以咧，其實你背咗嗰個旋律咧，你就可以馬上套用。粵語就唔係啦，因為你要去即係遷就仄聲同平聲呢啲唔同嘅變化嚟作出調整啦。咁所以其實同樣平平仄仄平咧，喺一首詩裏邊咧，好幾次出現佢嘅旋律都會完全唔一樣嘅。咁啊，第二點咧就係話，一般例如話係北方嘅方言咧，往往就係平高仄低。咁咧，可能南方某一啲方言咧，就可能會係平低仄高啊等等。咁咧換言之咧，就係會通過高低咧，即係嗰個旋律嘅高低咧，嚟去表現出嗰個平同仄嘅對比嘅。咁但係咧，粵語係比較特殊嘅，因為以香港嘅粵語為例啦，嗰個陰平聲同陽平聲咧，分別係最高同最低，調尾值咧係5同1。咁而仄聲咧就喺中間嘅嚇，調尾值係2同3。咁所以咧平同仄嘅對比咧，喺粵語吟誦調裏邊咧，並唔係平高仄低或者係平低仄高，而係咧平聲極端中，而呢個仄聲咧就喺中間，即係非極端嘅咁樣嘅對比。咁所以咧，例如平平仄仄平咧，佢唔係高低嘅對比，而係話咧佢由好極端嘅好高同好低，去到中間，然後又去到好高好低，咁樣。即係來回往復所得到嘅一種嘅旋律嚟嘅，咁呢一種嘅聽覺嘅即係體驗咧，係同其他地方嘅方言嘅吟誦咧係好唔一樣嘅。咁當然咧，呢個一方面就係增加咗學習嘅難度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我覺得都係即係會令我哋對於呢個粵語吟誦調咧感到好新鮮啦。因為每一次嘅吟誦咧，其實都有好多嘅唔同嘅變化。呢個咧亦都係粵語吟誦精彩嘅地方嚟嘅。我發覺佢保留嗰啲，我聽嘅時候咧。佢保留啲輔音係咪，或者佢轉嗰個音係比較明顯啲？老師喺接觸黎老師之前，有冇接觸過或者聽過？冇，完全第一次，係啦，一見鍾情。其實係10年前啦，轉眼10年過去啦嚇。2014年嘅時候咧，咁嗰時其實我都係啱啱開始接觸易經，咁我都四邊去搜尋咧，有冇啲易學嘅相關嘅課程咧咁樣。我喺書樓咧，當時喺駱克道嘅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咧，咁咧就我仲記得係星期3晚㗎，係啊，咁咧就阿黎老師、黎世斌老師咧，就嗰陣時啱啱開一個易經繫辭傳，特別係繫辭上傳第8章嘅一個教導嚇嘅一個課程嘅，咁我就慕名咧而去咁樣咯嚇。咁喺上堂嘅時候，佢都有即席有吟誦一啲嘅篇章嘅。咁我聽到之後就令我覺得心馳神往啊，係即係一種即係覺得哇，將我帶咗去另一個嘅境界嗰度，所以都令我產生咗好濃厚興趣。
為咗承襲黎老師嘅吟誦調，黎子鵬教授將老師嘅錄音下載咗落嚟，每日反覆聽同埋練習。老師未必直接教我點樣吟誦，但我聽嘅時候咧就會去模仿啦。咁但係你話挑戰方面咧，可能係某啲嘅古音，啲古音咧，即係真係同你吟誦嘅時候咧，我就咁聽咧，我估唔到係嗰個字嚟。咁我對翻個原文嘅時候，我發覺哦，原來佢應該係用咗個古音。咁嗰啲位我自己要再去考察一下。黎教授亦都積極將呢一門聲音藝術帶入大學嘅校園。佢經常喺自己開辦嘅譯經課程裏面，即席吟誦經文。咁我發覺咧，啲同學第一次聽嘅時候咧，都當然有啲驚喜嘅。哦，原來咧，即係呢啲古典，即係咁古老嘅經典，當然用翻我哋嘅母語去用一種即係有少少表演性質嘅方式咧去吟誦咧，即係其實係活化咗佢啦。我哋成日今日講去活化一啲嘅古蹟啊，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即係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能夠用吟誦方式去活化佢咧，其實對於年青一代嚟講咧，其實係一種幾容易一個幾好嘅切入點嚟嘅，我自己覺得。機會可以請老師試下。可以啊，嚇我試下，係啊。無有師寶如臨父母，錯述其詞而愧其方，既有典上，極非其人，道不虛行。喺承傳你哋呢一派嘅嗰個吟誦方面，係完全能夠嘅，因為你知道我到而家我冇第二個學生係去吟誦俾我聽，俾我知嘅。但係我教譯經教咗10幾年啦，冇一個學生話偶然間咧有1、2、3個吟俾我聽，唔同晒。咁咧，其實現在粵語吟誦啦，能夠吟到近體詩嘅人係最多嘅。咁啊，吟古詩或者吟詞咧已經相對較少。咁能夠進一步去吟古文啊，或者甚至係去吟經典嘅咧，就少之又少。咁呢一啲嘅錄音咧，喺我哋嘅經驗裏面都係即係相對比較少嘅。咁咧呢個就造成咗初學者要去學習或者我哋全面對去保育嘅時候咧，難免就會有一啲嘅缺失喺度啦。對於現代人嚟講咧，我哋已經脫離咗嗰個語境，即係每日使用讀書調或者每日去聽到呢啲民間嘅音樂嘅日子咧，已經過去咗。咁變咗咧，當我哋要去培養呢一種吟誦調嘅嗰種嘅語感啊，嗰種嘅旋律嘅感覺嘅時候咧，往往可能都需要多花一啲嘅氣力，或者甚至咧需要用一啲比較科學嘅方法去歸納呢啲嘅詞樂關係咧，先至有機會咧可以掌握到吟誦調嘅特色。即係我呢幾年我都有機會多啲喺海外交流咧，咁其實我都開一啲譯經嘅課，即係一啲嘅講座嘅。咁其實我透過啲講座咧，我都有啲場合咧，我係吟誦一兩個篇章嘅。咁當然在座嘅人佢係唔識，完全係唔識中文或者唔識廣東話嘅。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呢種吟誦方法咧，因為佢有種表演性質啦，同埋佢係可以將佢帶咗個境界度咧。其實佢有一種跨地域、跨語言、跨文化嘅一種嘅即係一種嘅功能喺度嘅。其實有一次，譬如我喺北京開會晚宴嘅時候，都即席去吟誦咗。咁其實亦都打破咗去到一個普通話嘅一個世界。咁佢哋覺得哇，其實呢個都保存咗。當然廣東話亦都保存咗好多古音，喺譬如入聲字喺普通話裏邊已經失去咗啦，咁樣嚇。所以其實佢哋都會覺得呢個文化遺產都係值得去保育㗎。即係好似音樂可以打破晒一切唔同嘅疆界咁樣嚇。咁所以即係我同佢講話，呢種其實係一種歷史非常之悠久嘅一種文化遺產。咁佢其實佢哋都非常之珍而重之嘅。即係無論對於國內嘅朋友，或者喺海外嘅朋友，咁當然喺香港呢個廣東話語境更加值得推廣啦。